iPhone 火速爆紅嘅育髮產品，見好多人對育髮都仲有好多疑問喎。今日就揀咗最常見嘅問題解答翻大家啦。有客人問係咪用咗髮膜之後就唔使用護髮素？梗係唔係啦，因為 iPhone 嘅髮膜係超過100種嘅營養去注入你嘅髮心，修護髮心，而護髮素咧就係去順滑翻你嘅毛鱗片，所以咧用完髮膜之後係一定要用護髮素㗎，咁先可以將毛鱗片緊閉鎖住營養。頭髮點樣先冇咁容易斷？咁就需要每日用護髮素啦。護髮素可以修補我哋嘅毛鱗片空隙，預防折斷同開叉，強韌髮絲。因為毛鱗片係我哋頭髮嘅保護層，直接影響住我哋嘅髮質、光澤同埋彈性，所以用咗護髮素，頭髮就冇咁容易折斷啦。呢條問題好多客人都會問 ，iPhone 嘅育髮產品有冇幫助染髮後嘅鎖色、電髮後嘅鎖型呢？整到咁靚，梗係想 keep 得更加耐啦。所以你一定要識得用髮膜去修補你受損咗嘅髮心，因為電髮染髮後，髮心係需要大量嘅營養，咁先可以增加佢鎖色鎖型嘅功能。連續用3日嘅髮膜，頭髮就唔會越洗越黃，電髮嘅效果仲可以 keep 得更加持久，仲可以預防脫髮同埋修復爛髮添。iPhone 育髮產品適合乜嘢髮質用嘅呢？其實 iPhone 育髮產品係着重我哋嘅毛囊乾淨同埋健康，適合任何嘅髮質，包括油性同埋乾性嘅頭髮㗎。所以無論係乜嘢髮質，我哋嘅毛囊都必須要徹底清潔同埋健康，你嘅頭髮先可以吸收到營養，咁你就可以擁有一把健康豐盈嘅靚髮啦。